莹儿，现在皇上封我为太傅了，也就是四阿哥的老师。这四阿哥不是普通人，以后必定继承大统。到时候他不得了了，我李卫也会跟着不得了。你看，这些金银珠宝都是给你准备的。来，来，把这个戴上看看，喜不喜欢？嗯，很好看。恭喜李大人，得偿所愿，前途无量。只是这些珠宝，我这个粗人配不上，你还是拿走吧。我只是想跟你分享我成功后的喜悦。如果你都不稀罕这些东西的话，我要它干什么呢？没用，没用那就撕掉啊，我帮你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好的、坏的、冷的、热的，我全都用过了。就算是一块石头放在胸前，是不是也该捂热了？你怎么就这么不懂我的心呢，云儿？我给过你机会的，可你每一次都在荣华富贵和我之间选择前者。你现在什么都好了，你就想要感情啦？感情是你想的那样吗？它不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很遗憾，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，我的感觉回不来了。我求你啊，行行好，放过我吧，这样至少还能保留我们之间的美好回忆。否则的话，那就真的没有爱，只有恨了。不，我不会放弃你，不会。大人，有个小孩自称是四阿哥，说要找大人玩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院子里。哎，四阿哥呢？刚刚还在这里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？那还不快去找！四阿哥不见了，唯你是问。是。云嫔娘娘，嘘。红丽，你怎么来这儿了呀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宫里的吗？你这里怎么有那么多栏杆啊？是不是李太傅把你关起来了？我叫李太傅把你放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！如果让四阿哥把我在这里的事情传扬出去，别说李卫会有事，李家上下都会有事的。红丽啊，姨娘生病了，要静养，不能出去。你太傅也是为姨娘好，明白吗？原来是这样啊。嗯。哎，红丽，你想不想吃豌豆黄啊？想啊想啊，可是额娘老不让我吃。没关系，姨娘这里有。等一下啊。好。来，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红丽啊，你在这里见到姨娘，这是咱们俩的秘密，你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红丽真乖。来，再拿几块。玩去吧。现在全国上下有20多个官员一起来弹劾李卫，可是皇上偏偏又不早朝，真是急死人了。皇上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晴川，现在好不容易又重新遇到了他，难免会倍感珍惜。王爷就不要怪皇上了。那你呢？我有四阿哥，可是他代替不了皇上。凡事
总是要有个先来后到。这样对你不公平。不要说这些了好吗？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要赶紧把李卫的事情处理好。一旦皇上出了事，他做了辅政大臣，这可就糟了。我只是一个女人，朝政的事儿，我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。如果王爷觉得这件事真的那么严重，就放手去做吧，我会尽量跟皇上说的。额娘，额娘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额娘了！我去宫外看李太傅了。哎，17叔，谁叫你出宫的？我向皇后娘娘要的令牌，我说我有事要请教李太傅。你说谎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最近怎么学会说谎了？传家法！又传家法！自从我认你做额娘之后，你老用家法对付我，你是个坏女人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我不要你做我额娘了。四阿哥，怎么跟你额娘说话呢？你知道她已经为你操碎了心了吗？鬼才信他为我操心呢，他只是为了他自己能够享受荣华富贵。17叔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你看玉嫔娘娘对我多好啊，老是送吃的给我，还有李太傅家里的云嫔娘娘也对我很好，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对我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李太傅家的云嫔娘娘？糟糕，我答应要保密的，怎么说出来了？李大人，你怎么就静不下心来呢？大师，我心里着急，有事想问你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打完坐再说啊。可是大师，我……好吧，问吧，你都有什么烦恼？大师，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也不知道怎么去爱。我只是执着地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从来不去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但我现在知道了，是我错了。我现在想去爱，想去好好的爱一个人，好好的对他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以前他那么想挽回我，对我那么执着。但现在，当我的心完全属于他之后，他却不想要了。那是因为你已经让他不相信了。既然不相信了，那一切就都得从头再来。我是想从头再来，所以他要走，我把他留在家里面，我每天都在哄他开心，可还是不行。大师笑什么？你那不是让他相信，而是强迫他。这样只会让他离你越来越远啊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一切都随心吧，让他自由地去选择，让他明白你是真的对他好。如果有一天他能够明白，那固然皆大欢喜。就算他不明白，你也要祝福他，让他明白，这才叫真爱。大师，我好像懂了。这一点懂了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，大人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景？当时大师说，想把我从一个贪官变成一个好人。这世上的人本没有好坏，只是一念之差。如果你懂得了真爱，你就会为你的家人考虑，就会有所顾忌。一旦你做了坏事，不但你个人会受到影响，也会连累到你的家人
你的爱人。那样的话，只会给你这狂野的心上又加了一道枷锁。可如今你已经懂得了真爱，那你就要学会如何让爱来约束你自己呀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你还是不吃东西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些东西吃了，我就放你走。何必要这样自欺欺人呢？就算我相信你，把饭吃了，你还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哪怕下一顿我不吃，你再过来这么说，哼，这有意思吗？看样子现在我说的话，你连一句也不信了，是吗？你走吧，拿着路上吃。你真打算放我走？我只希望你开心，希望你幸福。如果离开我能让你开心和幸福的话，那就离开我吧。我不能再相信他，我不能再相信他了。他是个骗子，他一定是又想用什么手段来骗我回去。海棠啊，海棠，你已经受了那么多次骗，受了那么多伤了，不能再心软了，知道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洗去我身上的污秽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洗也洗不掉。那就不要再洗了，留着引以为戒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是洗不掉，可我是逃不掉。我往前走，前面的路上有你；我回头望，后面还有你。我好害怕，我拼命地往前跑，可是抬起头，天空中还是有你。终于我跑不动了，也逃不掉了，我就只能回来面对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能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不管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。那就把你所有的房契、地契、所有的钱财全都给我。如果哪一天你不要我了，我至少还能抓点东西。好，我全给你，只要你肯留下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给你。
众所周知，我们朝廷1个月的俸禄就这么些。可是李卫李大人，你这么多的钱财，不是贪赃枉法，那是什么？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那就把你所有的房契、地契、所有的钱财全都给我。是他给你的是吗？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怎么解释这些钱财的来源？我无话可说。你认罪了？我认罪了。我李卫早就罪该万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交由刑部审理。这。查内大臣李卫贪赃枉法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实属罪大恶极，特将其判处斩刑，即日处决。真的要这么做？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希望大人一路走好。大师，谢谢。因为你，我的人生才有希望。那也是前世的缘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你们慢慢聊，老衲先回去了。大师，来生再见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最爱吃的。你多吃点吧，别饿着了。我真的爱你。是我告的密，是我要你死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爱你。想让我内疚是吗？想让我这一辈子都过得不踏实？我告诉你，不会的。我日日夜夜，时时刻刻都盼着要你的命。现在你终于要死了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我太高兴了！云儿啊，云儿，还是你最了解我李卫。我想什么，你一看就看出来了。是，我是想让你内疚，
可你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我的计划失败了。你的心究竟有多坏，多恶毒？像你这种人，活该下地狱！是，我马上就要下去了。此刻一别，永无再见之期。你我之间的一场孽缘，就此了结吧。了结好。一路走好。大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老衲是专程来拜访你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想替李大人完成他最后的心愿。这是大人给女施主的。他说：“假如你下半辈子能遇到一个爱你的人，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，那你就把它烧了。假如你下半辈子遇不到这样一个人，你就拿出来看一看，或许你会过得好一点。”大师，这是什么呀？老衲不知道。老衲想说的是，这人呐，总会犯错误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知道自己犯的是错误，然后慢慢的学会改正，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呐，是吧？希望女施主啊，在下半辈子能够学会相信，能够学会给人机会。哈哈哈哈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春蚕不应老，昼夜常怀思。何夕微曲尽，缠绵自有时。所有的钱财都是偷偷做生意赚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要承认是贪赃枉法得来的呢？难道……海棠，我希望你这一生能够相信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如果你下半辈子遇到一个好的男人，你就把我这个锦囊烧了；如果遇不到，你就打开来看，至少你会发现，这个世上还是有人真的爱过你。
李太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回娘娘的话，小阿哥得了天花。娘娘，按宫里的规矩，得马上把小阿哥移到宫外去调理。不行，不要，不能动本宫的孩子。娘娘，这样下去会传染给宫里其他小阿哥的，您就让我带走吧。谁敢？本宫告诉你，谁要是敢动本宫的孩子，除非本宫死了。参见贵妃娘娘。你要帮帮我，你要帮帮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娘娘，小阿哥得了天花，按规矩得马上转到宫外去，可是玉嫔娘娘不肯。莲儿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帮帮我。她不能去外面，她去外面就没救了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玉树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这样吧，我们把这里划为疫区，所有的人都不许进来。李太医在这里照顾小阿哥，直到小阿哥退烧为止。娘娘，这不合宫里的规矩。一切后果由本宫来承担。启禀娘娘，小阿哥的烧退了。真的？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，莲儿？可能是没休息好，头有点晕。这2天你一直在这里陪着，也没好好休息，快回宫歇着去。那你好好照顾他。莲儿，谢谢你。以前的种种都是我不好，不要怪我。这孩子这时候发这场憋，也是好事儿。至少啊，把我们姐妹俩的心结给打开了。娘娘以为小阿哥这时候发病是赶巧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？眼下皇上病重，娘娘在宫里一没权二没势，万一皇上有个好歹，4阿哥孝顺也就罢了。他要是不孝顺，娘娘下半辈子怎么活呀？奴才想了一个办法，先拢住身边的所有人，然后再保娘娘。苏公公，前一阵儿，誉王府的小格格不是得了天花吗？奴才把她的肚兜借来用了一下。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儿？奴才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直到遇见了娘娘，我才觉得这人生开始有味道了。我现在才不管什么别的，只要娘娘您幸福，奴才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不怕。你太可怕了！你太可怕了！娘娘，
的人好可怕，身边的人也好可怕。难道非要伤害别人才能保住自己吗？伤害别人也不一定能保护自己，因为良心上会不安的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李薇的案子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他曾经是贪赃枉法，可是他已经把贪赃枉法的钱给补齐了。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合法赚来的。我杀错人了。我们根本不适合这儿，我们就不该回来。如果我们还继续在这里待下去，会不会变得跟他们一样？会不会？我不知道。我想走。走？皇上现在不需要我，宫里又不适合我，我想过自己一个人的生活，自己住在一个简单的小木屋里，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各位太医，快呀！皇上他，快！娘娘，里面正在进行会诊，娘娘不能进去。您就是熹妃娘娘吧？你是晴川？我不是晴川，我叫花影，我只是长得跟晴川一样而已。原来如此。其实晴川也好，花影也罢，你都不用太在乎的。因为皇上的心里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知道皇上为什么拉着我什么都不顾吗？那是因为皇上觉得你太善良了，他怕他走了以后，你在这深宫里，在朝堂上，没有一席之地。所以皇上要逼着你学会坚强，学会成长。让你能够处理宫里的一些琐事，你明白吗？那皇上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因为只有逆境才能让人成长，太顺了不是好事。有这样一个男人，这么深深地爱着你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你应该珍惜他。娘娘，皇上没事了，皇上没事了。皇上，莲儿，真睡了很久。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在草原上奔跑，越跑越远，越跑越远。皇上，等你好了之后，臣妾就陪你去草原，陪皇上去奔跑，好吗？好。
参见皇阿玛，参见皇上额娘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身体好点了吗？皇阿玛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不过看到你就好多了。那我给皇阿玛背首诗吧。嗯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看来我们四阿哥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这都是17叔教的。17叔说，凡事要以孝为先，以后儿臣不会再调皮了，儿臣会乖乖听话。有劳17弟了。是四阿哥天资聪明，臣弟给他讲的道理，他一点就通。皇上，熹妃娘娘，臣弟在查办李卫一案，有所错漏，实在罪该万死。现已交由刑部，放任外县管理水利。臣弟是来向皇上和娘娘辞行的。男儿志在四方，出去锻炼一下也是好的。宫里头，你尽管放心，一切都会好好的。臣弟告辞了。去吧。皇阿玛，儿臣也先告退了。去吧。莲儿，你知道吗？朕有好多次想让他带你走，因为他像旭日的朝阳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而朕，皇上，他是朝阳，可皇上是天。不管之后剩下多少日子，只要莲儿能够跟皇上在一起，就是最快乐的。就像刚才四阿哥念的诗一样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莲儿，朕因为有你，此生无憾。咔！杀青！演得不错。怎么样？知道爱情是什么了吧？有点酸，有点甜，痛苦过，也开心过。总之啊，开心无比，也纠结无比。莲儿，晚上去喝酒，去不去啊？哎，莲儿晚上已经答应我了，这戏里戏外你都跟我争啊？哎，让你，行吗？哎，你怎么选择，知道吗？哼哼。快点，大家速度快点！哟，有人来接你啊？喂，不说只客串1天吗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蜜月还度不度啊？赶飞机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记住啊，要和我一样，选择最正确的。好了没有啊？别催了，去吧。走了。去世。
哎呀，你们两个都想约我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要看你们的诚意啦。快来！很有诚意的，我比他有诚意。看不出来。你等等啊！哎，他们这是去干什么呀？都杀青了不知道，放饭了吧？啊？哎，你等等啊！快点，好了。